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10。以赛亞書33章22節安尼講：因為耶和華是咱的審判師，耶和華是甲咱設律法的，耶和華是咱的王，伊要拯救咱。三個來祈禱，做阮審判師，甲阮設律法，做阮的王，拯救阮的天父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現在，直到將來，永無改變，永遠直地的全能至權上帝。主啊！你監察阮的心，知影阮的意念，也清楚知阮的所行所做。主啊！求你帶阮行佇你的道路，互阮通一世人跟對你，永無偏離。主啊！求你引帶阮行義的路，無互仇敵來得勝，也無互惡者陷害阮。求你親手扶持阮，互阮無搖動，佇你的內面得到平安甲歡喜，因為你是阮的審判師，你是甲阮設律法的。主啊！你是阮的王，你的確要拯救阮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